飲食安排將喺檢查前3日進行。檢查前3日同前2日嘅飲食安排完全相同，唔可以食用高纖維食物，所有蔬菜、大蒜、芫茜、蔥、番茄、玉米、胡蘿蔔，所有菇類同埋瓜類唔食得。五穀雜糧包括全麥麵包、豆腐、豆漿、油豆腐、燕麥、堅果類花生果仁、紅米飯、糙米飯、芝麻黑椒等等。乳製品例如乳酪芝士，所有水果連罐頭水果都唔可以食。另外，避免飲用烈酒、濃茶例如烏龍濃茶、咖啡、奶類飲品例如奶茶、寶立克等等。建議呢3日飲清水。而可以食嘅食物包括肉類、海鮮、雞蛋，但係肉類記得要去筋、去皮同埋去肥肉。魚類都要去皮，同埋烹調方法唔可以煎、炒、烤、炸。澱粉質方面，飯、通心粉、粥同粉麵都可以食，但要記得走蔥同芫茜等。喺檢查前1日要注意，呢1日內全日早午晚3餐只可以飲清湯水或者好稀嘅粥水，記得要隔走啲渣或者飲補礦力。